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，咁啊見到咧就外邊位置知足常樂啦，咁啊中間遨遊氣泡已經走翻上去啦，咁啊再見到響入邊有馬佬啦，中間紫色衫咧就魅力之餘，內欄位置仲有自勝者強啊，咁啊後多浸啦，馬林中間黃衫咧，咁啊見到有呢匹咧就係彩虹千里啦，咁啊響佢外邊新力高升嘅藍衫，出邊紅衫咧仲有安裕啦，最出美麗宇宙啊，後多浸嘅話一代天驕啊，尾四位置開心寶貝啊，尾三黃衫呢就係嗰隻起旺區啦，暫時殿後一隊，其次鬥士橙衫呢都跟得幾順喎，暫時殿後個馬匹係嗰隻當年情嚟噶，向住呢個1000米嘅段柱進發啦，遨遊氣泡咁啊放咗出嚟跑噶啦，慢慢啊撳住先啦，外邊位置上咗嚟呢，就係嗰隻知足常樂嚟噶，進佔第3位啦，外邊就係嗰隻美麗宇宙啦，咁啊再見到中間呢，咁啊仲有呢隻自勝者強啦，咁啊再中間夾住係魅力之餘啊，後多浸安裕紅衫大約跟住個第6位，中檔第7有馬路，內欄第8粉紅帽呢就一代天驕啊，再後邊嘅馬啦，升到彩虹千里啦，新力高升，藍衫紫色頭罩響個尾5嘅位置，內欄嗰邊係尾4開心寶貝，黃衫尾3起旺區響後邊2隻，其次鬥士同埋嗰隻係當年情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遨遊氣泡佔先啊，知足常樂就拍住佢，第3位攞咗出嚟中檔啦，有自勝者強啊，中間位置仲有魅力之餘啊，入邊拖位上一代天驕，出邊追緊上嚟仲有新力高升同埋起旺區，最後200米知足常樂透出啊，但係外邊呢隻新力高升衝上力嘅勢相當厲害啊，後多浸嘅馬呢仲係自勝者強，最後100米知足常樂透出，但係3腳嘅戰步，新力高升已經將佢趕過，新力高升贏出呢場香港經典杯啊，1400、1600再去到1800一樣冇問題啊，跑第2名係知足常樂，第3名應該係嗰隻起旺區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新力高升，尤其是轉彎入直路扯到個馬群咁散嘅時候呢，咁啊相當好跑啦。外邊一鼓作氣湧上嚟，贏起上嚟仲有享受啊！知足常樂第2，第3名起旺區，自勝者強跑第4。